歌手美系画家嘅车义伟，今年受邀请去花莲玉里驻村，伊唔单止开办高知名画图，还完成了100部玉里知名嘅书目，才是从街路巷、普罗度等上看得到伊。下摆大家还会刺痛报名，摆做规列的等于画。在安尼嘅过程当中，车义伟对玉里有为韩国多、韩国深嘅认识，咪交嘅几多好朋友。8年級班那年画班是在夯地普羅街路後，才是為2日就來畫圖嘞。你有看到叔叔在畫畫，對不對？哎，那你要不要給叔叔畫？好，我找一個地方給臭來賓。哦，哈哈哈！哎，依家送爆輪，依家黑鋼筋咧，依家黑鋼筋到跟前面結婚，依家送爆輪，依家送。強烈咗村出來嚟30擺，駐村也幾張嘢搞嚟一道配酒。這邊冇辦嚟啊？這邊也過來。哦，這大哥在長良那個精神的病院療養院，他在那邊上班。我常有時候去畫的時候就看到他。你家上班都做牛力啊？他做到駐村法都啦，他家庭。最後嘅人係睇到啲，了不過就這個風事故，萬乃讓你法都。最好素材，最好憧憬，魯迅之後就開始隨性嘅畫。上次那個豐年祭，你有看到我嗎？你有冇看到我幫很多小朋友畫畫？嗯。聲音吼，發聲音最麻煩嘅，記得會聽痛。上次係緊搞吼，發出怪聲音啊，怪記得，我會緊聽痛。這個後期嘅建築人法子看起來動氣態。臭風箱，臭風箱。要白畫圖嘅時候，大概可能一種圖會畫差不多50個小時，冇數100點鐘哈。剪髮本來係快樂嘅感覺，發，情緒會變添嘛。喺嗰種可能比較適合速寫。有乜講呢？個當下嘅感覺哈，你對待上因當下每一個當下嘛哈。上次畫長久嘅感覺就摸出嚟，所以講我動好嘅素描嘅東西，因為最單純。大家好，我是謝以威，很榮幸呢擔任這次這個玉里的駐村藝術家。這次呢，駐村玉里有3個任務。第一個呢是幫玉里鎮寫一首鎮歌，第二個呢是教玉里的鎮民畫畫，第3個呢就是自己要做繪畫的創作。我的創作主題呢是要找100個玉里的居民來當我的模特兒，要幫他們畫肖像。才至為數到繞牆的努力駐村，用素喜愛風勢畫下100個努力居民。無論係時從做生理感染，依然漂酒，才提路炸了掉，都係佢比海足高。哎，講嗰啲今年79歲，哪有年齡？王玉蓮女士呢，79歲，跟她的先生周義雄先生，他已經86歲了。他們2個呢已經結婚超過60年，還能夠手牽手，非常令人感動。你看這邊隨便都是繪畫的題材，你看選材法哦，全部係動身節錄音噶。村呢度嘅4插貨店，龍阿婆哋嘅重領，才至會講錄音家、成音樂、將成梅樂，留貼片嘅嘢，都係佢最後嘅題材。上次感覺從狩獵有冇有？啱插死呢，哦，家陣見當我是秀一下插天下來就發嘅樣。這邊畫出去，大汁嘅面，畫的之後，還能看得出雖然老智慧，做到模式，做到了心意，唔是其他色，簡單實還能做感覺。จับตาไว้
看到自家画像拿破运气笑了出来，用件原色动物牙看显现，人动系动立住啦。手哥拿出来。好，成功。哇！其实法度的时间有一张祝福的心，其实就祝福廖张英做的身体健康啊，平平安安。大家好，我是杨洁如，我爱玉里。爱好，爱讲阿妈。你爱讲啦，爱好安尼。爱好。这位老阿嬷呢是部落最老的老人，已经92岁了，很荣幸能够画到她。你家我进来，你家本来进来，你家进来。我做个实习。做手机，你手机发出来用咩？系啊，我找人来修理啊。哦，嘟方啊本，嘟方刚好广东语，冇是冇法东语啊。所以说我们这边都会讲，因为我们从小也都跟客家人在一起读书。哦。哦。第一次应该他来今年的跳舞吧，丰年祭。他来了之后我不清楚，后来我的表弟还有一些来跟我讲说，哎，这个很像是民歌手，怎样。这是抓了。其实佢上次和本人画到系介入画家。上期他们以为我是那个流浪的街头画家，说哎我没钱哦，我说边急。才是为定有理解绝不嘅朋友含住记得。我特别爱狗啊，以前有一个学佛的居士说，我好几世以前呢是一个外星的生化机械狗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是嘟嘟好，我爱玉。这只迷你猪呢叫做嘟嘟好，不要看它小小的哦，它叫起来比打雷还要吵。这是病友在玉里站前面打扫的速写。接下来几位是优蒂亚的病友，这位先生长得很像那个佛陀旁边的迦叶尊者，这是他在走路去集合的时候画的速写。这是病友在做体操。大众图都动体贴，冇听一种形容界。大众面入都就是张生命故事。你这系玉里医院一张精神病的病友，看起来非常有乜嘅老师的一张人吼，记得还差不多系92年吼才设计门走病，莫给士官长，佢讲本期的辅导长虐待和隐瞒，要好好画哦。不错。在玉里驻村的时候，每个礼拜4呢，我毛遂自荐到优蒂亚去当这个病友的这个绘画老师。我很喜欢跟他们相处，因为比起一般人，我觉得他们单纯了很多。而且我希望用病友当肖像画的题材。哇，这是超级彩色玻璃先生。哇，它好多颜色。对。那还有发田字哦，不一样的田字，然后拼凑起来。加上一组熊熊痘发病的，因为累积太多事情，你可能反而就密密麻麻挤在一起，就反映他的心态。好，但是熊，你在线上就动4分，你在线上，你看4分啊，4平8稳，用的写了非常稳妥啊，用。家庭艺术治疗表达出控度心肝跳度嘅感性，而画图嘅世界度叫做深度力难为住宅设计。我讲我有发。方形的田字哈，佢说老师我要画圆圈圈，我说好，你就画圆圈圈。佢讲就是全部系甜甜圈。第一张可能就50-60岁了，佢画一些非常快乐，讲这是草莓的甜甜圈，这是咖啡的。我说好，那你再加点绿色，柠檬口味的好啊，好，就用金发。努力嘅啥动点起，画出到嘅天赋是韩国娃娃。主次除了创作之外，
蔡志辉和负责搞居民法图。渐渐扩散出去。好，这边是灰面，有没有看到明暗交界线？好，明暗交界线是不是在这里？好，所以这个明暗交界线以下都是灰面，对不对？这个框框就是你的画纸哈，然后你就戴一个眼睛看你自己要画的物体，去感觉大概在画面上的你大概构图要画多大。今天的柳丁呢，其实跟我们那天画。用班下邊，用班構圖，用班重啱明暗嘅嘅，蔡志輝唔恐怖，係一屆一屆針對問題來搞。其实是在这个区域，所以这个地方不能一块死白，因为在空间的定义上，它其实是一个弯过去的弧，好，所以你这边这个空间就是变平掉了。第一个，它在画面的前面，好，对比让它很强，它才会到前面来。还有树枝，你看树枝在柴胡这边的那个哈，其实你这个要再亮一点。进藏给个人的风格，还有他的画风，冇强龙，伊真亲切，真当很狗那条，袂讲溜一手啊。我亲爱画个人物，就是专攻人物。那谢老师是人物也算很权威，所以就跟他学。阿给高岸用班，抓住最初的那个人物的那个感觉，就那个木竹。去到那边当缺少来到美术老师，去到动机咯，其实某几家该法度的欣赏到那边搞，也还难个感觉一触感呀，因为那边已经长途非常的好，你知嘛？去到可能组织对法度动于兴起的，所以讲其实到美术该都市台北人呢，去到真不动讲的，其實為了學人，其實就唔當優先。蔡志輝嘅後生兒年齡10到72歲，老嫩度酒，不過佢都做得老大家變做朋友。而家都係退休嘅公務員啊，退休嘅老師啊，大白法都叫佢送當到是人家變相出門，然後年出門出門睇。許多公用地38，不過蔡志輝講最近人生用地係對兩擺駐村開始。下半段駐村嘅話少3張嘢，半用地下到嘅機按算為流動年代。接下來這2位老人書寫呢，是在玉里國小每天下午在練氣功的老人。我愛玉里的天空，特別是在黃昏的時候。這個是在長良醫院外面的夕陽啊，看到這麼漂亮的顏色，我感動得快要哭了出來。太漂亮了，天空的藍。你台北是要當起做嘅上七家聰明有辦做啦，上七家嘅時間下多，因為話客家應用有辦做啊哈。到底一片呢，用非常輕鬆啊，人對人嘅感情咯，互動非常多。你對幾條好，幾條就會 feedback 俾你哈。所以講，到那邊一種感覺非常不重視嘅感覺。打工如此，蔡志輝發現到挑工5地界用力嘅獎，將來人物書寫，佢記錄下各種淳樸善良嘅面珠。新圖嘅畫法畫出嘅唔單淨係一張人物故事，還係人老人之間。該種最簡單、直接又真實嘅情感交流。